何鴻燊三房嘅仔何猷啟喺成個何家後輩入面，算係最唔起眼嘅一個。唔係話佢能力唔得，而係佢呢個人鬆骨子裏就唔中意俾人盯住。結婚唔講，生仔唔講，離婚都唔講。要唔係傳媒影到啦，外面嘅人根本唔知佢幾時結嘅婚，幾時離嘅婚，幾時又揾咗新嘅人。呢種性格同三房整體嘅行事風格完全一致。三房呢幾年一直喺度低調做事，何猷啟就係呢條路行得最徹底嗰個。當年佢同齊嬌結婚，冇擺酒，冇發通稿，甚至連一張婚禮相片都冇流出嚟。後嚟齊嬌生咗大女，一家三口喺街上面俾記者撞見，呢段婚姻先被捅出嚟。再後嚟齊嬌又生咗二女，同樣冇任何消息。等到外界知道嘅時候，兩個 BB 都已經自行路啦。離婚都係一樣嘅路子。2020年，齊嬌同何猷啟已經分開啦，但呢件事邊個都唔知。何鴻燊過身辦喪禮嘅時候，齊嬌仲係以新抱嘅身份到場嘅。在場嘅人睇到佢，冇覺得有任何唔對。直到後嚟有傳媒影到何猷啟同一個後生女仔喺街上面拖手，畫面清清楚楚，三房先被逼企出嚟承認兩個人已經離婚。何猷啟後嚟再婚啦，呢件事知道嘅人更加少。佢嘅第二任老婆係邊個，長咩樣，做咩工，外界幾乎一無所知。直到最近何家二房嘅何超霞追悼會上面，何猷啟第一次帶住新老婆公開亮相。嗰個女人露咗臉，但都淨係露咗一部分，佢戴住口罩，將成張面遮得嚴嚴實實。就咁樣，已經算係何猷啟能接受嘅最大程度嘅曝光啦。何猷啟揀咗一條最安靜嘅路往前行，而齊嬌揀咗完全相反嘅方向。齊嬌係上海人，家境唔差，但同何家比起嚟差距巨大。當年佢嫁入何家，外界評價最多嘅一句說話就係高攀。但事實係，齊嬌本人條件唔差，長得靚，學歷都過得去，性格外向，同何猷啟喺一齊嘅時候，兩個人睇落仲算合拍。結婚頭幾年，齊嬌確實配合夫家嘅低調作風，佢唔接受訪問，唔上社交媒體，唔參加公開活動，出門盡量避開鏡頭。嗰個時候佢幾乎唔露臉，傳媒影到佢嘅相片屈指可數。佢將自己收得好好，因為佢知道喺何家低調係規矩。但齊嬌骨子裏唔係一個可以一直收住嘅人，佢中意熱鬧，中意社交，中意俾人睇到。呢啲嘢喺婚姻入面被壓住啦，離婚之後全部釋放咗出嚟。2020年離婚之後，齊嬌帶住兩個女返咗上海娘家。嗰段時間佢非常安靜，幾乎唔出現喺公眾視野入面。有人話佢喺上海過住普通日子，亦有人話佢其實一直喺度等一個時機。唔理點，由2020年到2023年底，整整3年幾，齊嬌冇任何動靜。2023年底，齊嬌突然帶住兩個女返到咗香港。由嗰之後，佢成個人變咗。2024年5月，齊嬌過生日，佢揀咗喺香港一間酒店慶祝，方式係 staycation， 就係住喺酒店入面唔出街，但該有嘅排場一樣唔少。當日佢住咗一條白色紗織千層裙，耳仔上面戴咗珠寶，手上面都戴咗珠寶，其中一隻鑽戒特別大，喺燈光下面非常扎眼。佢收到咗好多花束，捧住一大束鮮花喺酒店房入面各種擺拍，想發到社交媒體上面，配文都係高調嘅風格。成個人嘅狀態就係我過得好好，我唔需要收埋。呢個同何猷啟形成咗非常明顯嘅反差。何猷啟再婚啦，連老婆嘅面都唔願意俾人睇到。齊嬌離婚啦，恨不得俾全世界都知道自己過得有幾好。其實齊嬌嘅富貴生活唔係由今年先開始嘅。佢返香港之後住嘅係豪宅，出門坐嘅係豪宅，兩個女上嘅係香港嘅國際學校，學費唔平。佢成日出國旅遊，去日本打美容針，一針價值7萬港紙，
每個月至少去一次。佢自己喺訪問入面講過，每個月光呢一項支出就係7萬。佢仲帶女出海度假。有一次佢發咗相，大女喺度揸遊艇，操作好熟練，表情好淡定，一睇就係練過好多次啦。之後母女倆仲一齊滑水。呢啲內容發到網上面，評論區有人羨慕，有人酸，但齊嬌唔在乎。齊嬌能過住呢種生活，錢由邊度嚟？答案好清楚，三房俾嘅。齊嬌為三房生咗2個女，呢個係事實。雖然2個 BB 冇同三房嘅人住喺一齊，但血緣關係喺嗰度，三房唔可能唔管。據了解，三房每個月俾齊嬌嘅生活費非常充足，覆蓋咗佢喺香港嘅全部開支，包括豪宅嘅租金或者房貸、豪宅嘅費用、2個女嘅學費同日常花銷。除咗每個月嘅生活費，離婚嘅時候三房應該仲俾咗齊嬌一筆撫養費。具體金額外界唔清楚，但由齊嬌後嚟嘅消費水平嚟睇，數目唔會細。有咗呢啲錢打底，齊嬌仲自己做咗投資，開咗公司。佢喺接受訪問嘅時候講過，自己每個月嘅收入至少喺30萬到40萬港紙之間。呢個數字已經超過咗香港絕大多數上班族嘅月薪。即係話，齊嬌唔光有三房俾嘅錢，自己都喺度賺錢。佢嘅生活確實係超級富貴嘅級別。講到呢度，有必要回顧一下齊嬌喺何家嗰幾年嘅狀態。何猷啟娶齊嬌嘅時候，完全冇公開，冇婚禮，冇宴請，冇任何形式嘅慶祝。後嚟係因為齊嬌生咗第1個女，一家人喺街上面俾記者影到，呢件事先俾外界知道。當時何家嘅態度係唔回應、唔確認、唔否認，就咁樣拖住，直到紙包唔住火啦，先默認咗呢段婚姻。齊嬌生第2個女嘅時候更加低調，冇任何消息透露，連 BB 嘅出生日期都係後嚟先被挖出嚟嘅。嗰幾年齊嬌幾乎唔出現喺任何公開場合，社交媒體上面都冇佢嘅任何動態。佢就好似一個隱形人，安安靜靜咁待喺何家嘅屋檐下。嗰個時候嘅齊嬌同而家判若兩人，唔係話佢喺度做戲，而係佢確實喺度配合夫家嘅規矩。三房要低調，佢就低調；三房唔讓講嘅，佢就唔講。佢將自己嘅性格壓咗落去，因為佢知道喺嗰個環境入面，唔低調嘅代價好大。但壓抑終究係有期限嘅。離婚之後，齊嬌唔再需要睇任何人嘅面色，佢想發咩就發咩，想去邊就去邊，想花幾多錢就花幾多錢。三房就算睇唔慣，都管唔到啦。三房對齊嬌而家嘅高調態度係咩？由公開信息嚟睇，三房冇任何回應，唔批評，唔制止，唔干涉。呢個亦符合三房一貫嘅處理方式，唔講嘢，唔表態，讓事情自己過去。何猷啟嗰邊更加係咁，佢自己就係低調到極致嘅人，對前妻嘅生活方式大概率係唔關心、唔過問、唔評價。兩個人已經冇關係啦，各自過各自嘅日子，互唔打擾。但有一點係確定嘅，三房俾齊嬌嘅錢唔會因為佢高調就斷掉。兩個女係何家嘅血脈，呢一點唔會變。只要 BB 喺度，三房嘅錢就會繼續俾。齊嬌心入面都清楚呢一點，所以佢先敢咁高調咁生活。佢唔係喺度炫富，佢係喺度用行動話俾所有人知，離開何家，我照樣過得好好。回頭睇齊嬌呢幾年嘅變化，其實有一條好清晰嘅線。2017年前後，佢嫁入何家，開始低調生活。2018年生大女，2019年前後生2女，期間冇任何公開信息。2020年離婚，但對外唔講，直到何鴻燊喪禮先以新抱身份出現。之後因為何猷啟被影到新戀情，離婚先被公開。2020年到2023年底，大女返上海，幾乎消失。2023年底返香港，開始高調生活。一直到而家，呢條線說明咩？
說明齊嬌一直喺度等離婚嘅事情落定，等自己有咗足夠嘅經濟保障，等女大到唔需要佢時刻盯住，然後佢先放開手腳，活成咗自己真正想要嘅樣。何猷啟行咗另一條路，佢繼續低調，繼續隱藏，繼續唔讓任何人睇到佢嘅私生活。新老婆係邊個，外界依然唔知。佢出現喺公眾面前嘅次數越嚟越少，存在感越嚟越低。對佢嚟講，呢個就係佢要嘅生活。兩個人由同一段婚姻入面行出嚟，走向咗完全唔同嘅方向。一個將自己收起嚟，一個將自己放出嚟。冇對錯，只有選擇唔同。齊嬌而家嘅生活，用佢自己嘅話講，就係精彩。每個月收入30-40萬，住豪宅，坐豪宅，帶女出國旅遊，打美容針，揸遊艇，滑水，過生日收一堆花，影一堆相。呢啲嘢放喺普通人身上，已經係天花板級別嘅生活啦。而佢做到呢一切，靠嘅係三房嘅供養，加上自己嘅經營。何猷啟呢？佢可能正在某個安靜嘅地方，同第二任老婆過住唔被打擾嘅日子。佢唔需要鮮花，唔需要鑽戒，唔需要擺拍，佢只需要唔被睇見。呢個就係何家三房兩個曾經最親近嘅人，而家各自嘅活法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